珠海情侶路精裝別墅，手上只需要30個，你就可以拿下這裏的現樓單位了。而且呢上下3層，有精裝修有毛坯給你選擇。來看一下我們後面的一個，這個大花園都是贈送給到你的，可以擺放一個超大的茶台，在這裏嘆茶都是非常的舒適的。現在贈送你價值20萬的一部電梯，幫你節約了20萬。來看一下這邊，就是到時候的一個交付標準，就是送到給你的。現在買房還贈送一個永久的車位給到你。來看一下我們這邊廚房，是一個中西結合開放式的廚房，步行5分鐘就可以到達海天驛站。去那邊情侶路散下步，逛下街都是非常的舒適的。這裏前看海後看山，地理環境非常之優越。這裏開車20分鐘就可以到達港珠澳大橋口岸，而且有中學小學，5分鐘時間就可以到達美麗灣的一個市場了。對這個別墅單位感興趣朋友，評論區666我發詳細資料給你哦。